即摆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垦丁的大街。啊，咱规个屏东啊，会有今仔日的发展啊，其实背后有足侪历史的因素哦。咱做伙来去甲这个人问看卖影咧。你听有台语？对啊，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敢知影龙角是咧讲对？恒春啊。哇，超级厉害！哪里啊？恒春啊，恒春。哦，对，好，再来台湾有一个上完整的古城，就是保留到今嘛是伫咧对。我也不知道。鹿港。鹿港。恒春。那是在春城嘛。好，再来第三个问题。你敢知影这个是啥？有去过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有点忘了。这个应该是在琉球那边。那个叫什么？牡丹社事件吗？日本人以士兵在台湾南部失踪为缘由的那个吗？对，然后呢？什么事件？干涉事件。哇！台湾啊，有倒一个灯塔，伊互人叫做武装灯塔。鹅銮比灯塔。鹅銮比灯塔。鹅銮比。鹅銮比。很好。鹅銮尾啊。鹅銮尾。哦，对了。在翕看起来啊，恒春的在地人拢敢若对因的历史真了解。啊，毋过啊，外地人敢若咱像着无遐尔啊熟悉。啊无，即阵咱做阵好好啊来认捌龙角这个所在。咱即摆行伫遮，就是迄海风微微啊吹，啊个日头光热热啊笑落来，真正是足舒适的呢。啊，毋过啊，凯文，你莫看咱即摆即个海足平静的哦。其实啦，咱的即个地形足特殊的，因为即个所在啊，就是咱台湾的尾流，所以就是台湾海峡啊、巴士海峡啊，佮有太平洋的交界处，所以啊，即个海象就是无啥稳定。啊，龙角地区啊，即个地形就是有足侪即个酸乌礁嘛，所以若是一寡外国的人啊，因驶船来到遮对地形无熟悉的话啊，可能就会跨搭。是。譬如讲，就是历史的大事件，第一个罗妹号事件，佮来第二个八幺湾的事件，拢是伫这个所在发生的。我知，迄个时阵啊，外国人啊，因为因的船跨搭，所以啊，不得已就爱登陆上岸。后来啊，因嘛甲原住民发生冲突，造成真侪人死亡。后来啊，清国啊，就开始积极管理这个所在，嘛甲遮的地号名为龙角改做咱即马知影的恒春，而且嘛伫遮设一个官来做管理哦。所以咱头拄有讲到，就是有造成一寡伤亡嘛，所以咱等下会当去看一个文化资产，伊就是咧纪念这寡代志，咱做伙来看卖影咧。咱即马来到大日本琉球环民54名墓，会有这个墓的原因啊，是伫咧1871年的时阵，有一只这个琉球王国的船，伫咧恒春半岛的外海跨搭，后来这个人啊登陆上岸，煞甲当地的原住民啊起冲突，所以引起这个原住民对因的杀机，最后啊总共54名这个琉球人啊伫遮互人杀害。毋过啊，其实最后有12个琉球人啊，因是有安全返去到因的故乡的。开完咱来看哦，这顶悬写大日本琉球环民54名墓。其实啦，这个墓是伫咧1871年的时阵就已经起啊。毋过落尾就是一直陈煞啊，佮有征收，最后是到1904年的时阵才来到咱即马看的这个所在。这个墓啊，即马嘛是咱台湾一个足重要的文化资产哦。迄个时阵啊，日本人因为一寡政治因素，所以因才决定要替这个琉球人出头，因就派兵来到咱台湾这个所在。这也是安怎后来发生牡丹社事件的原因哦。虽然这个牡丹社事件造成真侪伤害甲危害，但是咱也是为这个历史的分析来甲看，这嘛是加速龙角地区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。大兴，即届咱就来去恒春城看卖咧。哇，咱总算是来到恒春古城啊！这个所在啊，就是高洞山，是咱较早这个恒春古城内底上悬的所在哦。因为牡丹社事件，互清国开始积极要治理龙角这个化外之地。你敢知影化外之地是啥物意思？应该就是无人插的意思。对，就是较早无人治理的所在啦。伊的名会叫做恒春，就是那即马日头有够美，这个所在啊，一年四季拢天气足好诶。
虽然啊，咱这个恒春古城伊是伫咧内陆，不离个啊，这个西门啊，伊有一条水道，就是较早人要运送物资啊，拢会为这个水道入来。啊无，咱来去遐看一下。恒春古城是安怎会遮尔啊重要？因为伊是咱台湾啊目前甲4个城门保持落来，而且佫是上完整的哦。咱即马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西门。伫咧较早，才有一条水道经过，啊，船运啊，就甲物资运来到遮，然后送入去这个恒春古城内底。不离个啊，因为后来啊，这个街路的发展，所以即马啊，咱真歹看到啊，较早有一条水道为遮经过哦。咱会当看到顶悬遮有2个圆圆的坑，这2个圆圆坑啊，伊的作用就是迄当阵要放2扇门，就是为着迄当阵黑暗时啊，要保护这个城内底，互外口的人无法度入来内底，所以因伫黑暗就会甲门关起来，啊关起来就是爱下骹这2个坑，就是咧放门串的所在，就是用门串来甲门固定起来，安尼外口的人就无法度入来内底。啊，咱即马若为这个门行出去，就是迄当时啊，这个恒春城上闹热的所在哦。咱即摆起来的所在啊，这叫做马道。你看伊做甲遮粗粗，而且佫足看面的，目的啊，就是要方便啊人啦，或者是讲有一寡炮车啦，会当伫遮顺利来通行哦。安尼咱佫为头前看起哩，咱即摆行起来啊，会当看到这边啊一个啊一个，这个物件叫做城岛。这个城岛啊，伊佫有一个功能哦，啥物？伊会使做防守或者是攻击的功能。你看，咱会使甲武器啊放入咧这个坑。然后去看有敌人要甲咱攻击无，或者是讲啊，咱透过这个坑，咱得让了解这个城外发生的状况。这城岛啊，其实咱即马看到的，拢毋是较早留落来，因为听讲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哦，就是因为讲迄当阵的人啊，可能物资较欠缺，所以因要起厝的时阵，有的人就会来遮偷摕这个砖仔角，转去起家己的厝。所以咱即马看到的城岛，可能已经毋是迄当阵留落来。啊，毋过头前有一个城岛，有小可保留迄当阵的模样，咱会当去看卖啊咧。就是这个。对，以后大家来到这的话，会当好好啊，甲这岛边看一下哦，因为伊是唯一为较早来到即马上完整的城岛哦。咱拄则有讲到4个城门嘛，对。咱即马要带大家来去看另外一个南门。这个南门啊，伫咧较早嘛有足侪典故甲故事哦。即马咱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南门。伊是伫咧清光绪元年的时阵，也就是1875年的时阵起的哦。咱伫外口，卖当看到伊的这个厝尾顶啊，是有这个翘一个婴仔尾，这是一种中式啊的传统建筑。啊，搁再来啊，伊才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，就是讲咱是毋是有4个城门？对。啊，这个城门啊，是唯一一个有互人号名的，叫做明都门。所以即阵啊，咱伫遮会当看这个100年的历史建筑，这是真罕见的哦。咱即马为南门的方向，若一直搁行落去，就会去到等下咱要去的鹅銮尾。是安怎一开始清国因要起恒春城？就是因为迄当阵都在船难，就会发生一寡冲突嘛，所以因就想讲，若要解决上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爱甲船难的问题解决掉。所以因就想讲啊，爱来起这个灯塔。啊，要起灯塔就需要土地，所以等下就要带大家来去找找一个迄当阵买土地的证据哦。哇，总算是到位啊！开完咱来看。这地啊，就是人咧讲的迄个台湾关界碑啦，这就是迄当阵的清国政府，伊就想要起迄个灯塔嘛，所以因就委托英国人，就是来设计讲要起这个灯塔。啊，要起灯塔爱有啥物货？爱有地。所以迄当阵啊，因就是甲这个地主滚啊路写讲，要甲这片土地买落来，因迄当阵开100金元就甲买起来啊。啊，毋过因就是惊讲这个地主敢会反悔，所以啊，因毋若伫咧地契啊有甲清楚的界线标出来，因嘛伫咧这个所在就是采4个台湾关界碑，就是互这个界线较清楚的。
无唔对，迄时阵啊，采的4个台湾关界碑啊，拢是即马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哦。而且啊，即马咱看到的即个台湾关界碑啊，是伫咧2023年的时阵才找到的哦。土地买好了后啊，界线嘛甲画好好势，就开始起灯塔。啊，即个灯塔就是咱即马拢知影的鹅銮片灯塔。咱即摆来到即个所在啊，是鹅銮片灯塔，啊在地人拢讲是鹅銮尾啦。即个灯塔因为龙桥地区的附近啊，较早就是族群足丰富的，所以可能就会产生一寡冲突。所以迄当阵的清国政府啊，伊就想讲起即个灯塔爱有一个武装的功能哦，我带恁来去看卖啊咧。像咱即摆看到即个河沟啊，其实伊的作用就甲护城河做成的，就是阻挡一寡人会当简单避歹即个灯塔。啊，咱会当看到后壁遐有足侪堑坑对无？这堑坑啊，就是迄当阵互内底的人会当对外口有防御的功能。即个堑坑看出去，是不是会当看到即图壁其实足高的，而且佫保留迄当阵迄个砖仔角的形呢？啊，咱会当去看伊的边仔4个角啊，其实有做迄个角台，就是会当互内底的人为角台看出去。啊，若发生代志的话，就会当紧甲灯塔内底的人通知哦。行入来了后啊，咱会使看到即个灯塔，伫咧迄个时阵啊，是清国委托即个英国所制造的，而且啊，因引进即个19世纪上界先进的技术，因伫英国啊，先甲伊制好好势，然后才运来即个所在，甲伊组起来。照资料来甲看啊，迄当时啊，有一层楼是咧抗机关枪的，为着就是要防止万不利啊，只若是发生冲突，因会当有一个武装的功能性存在哦。啊，毋过啊，若万不伊迄当阵真正即个灯塔有互包围起来的时阵，啊，因遮内底的人要安怎？大希我甲你讲，你看哦，即个厝角啊，伊有设计一个粗粗的角度，啊，伊四周围啊吼，拢有即个水管，所以若落雨的时阵啊，雨水啊，就会照即个地势吼，啊，流去到即个上低迄个所在，即个所在啊，就叫做蓄水池哦。大希，你看即个蓄水池啊，已经过100年的历史哦，但是到即阵阁有法度使用呢。对啊，我感觉迄当阵的人的设计啊，真正是有够巧的呢，因阁会去符合咱的即个地形。是啊。咱即马就要带大家来去灯塔顶悬看卖啊，迄当阵的人看出个视野到底有偌宽。啊，毋过有一个所在爱注意一下哦，因为即个灯塔即马阁有咧使用，所以无开放互外口的人参观哦。哇！这楼梯有够行的，阁有哇！安尼较早的人住伫咧内底，其实足辛苦的呢。哇！足水的呢。对啊，无怪迄当阵的人啊，伊呢想要甲这个灯塔起伫遮，因为咱安尼看出去啊，看到山，看到海，就是规个龙桥地区，拢伫咱的眼内哦。啊，其实这个灯塔伫1962年的时阵啊，就是互叫做是东亚第一灯，因为啊，伊上远会当接到50公里哦。这个灯塔的设计啊，真特别，伊拄啊好30秒，这个灯会熄一个。而且伊有3个孔，所以远远啊，伫咧外海的船只啊，看到伊的信号是10秒熄一解，那安尼因就当确定讲，即阵是伫咧鹅銮片的外海，安尼船嘛才袂看大。哇，安尼规工看落来啊，咱真正对这个龙桥地区啊有搁较深的了解呢。安尼咱来甲大家复习一下，龙桥地区就是咧讲恒春。台湾保留上完整的古城伫恒春古城。琉球王是咧纪念北遥湾事件过身的人。鹅銮片灯塔有武装的功能。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啊吼。